喺智能家居日漸普及嘅今日，燈光控制已經唔再係奢華享受，而係家居安全、便利與節能嘅重要一環。你有冇諗過，對長者、行動不便人士，甚至小朋友，智能燈點樣改變佢哋每日生活？只要用手機 App、聲控或者感應器，唔使摸黑行路，燈就會自動亮起，安全又方便。智能燈亦可以因應日光變化，自動調節亮度，冇人時自動熄燈，幫你節能減碳、慳電費又環保。控制方式方面，常見有 Zigbee 同埋 WiFi。Zigbee 穩定可靠，適合大型系統，但需要額外調節器。如果屋企智能設備唔多， WiFi 模式就最方便快捷，成本亦相對較低。你亦都可以用專屬 App 控制燈光，又或者整合至 Apple HomeKit、Google Home、Amazon Alexa， 用語音一聲指令，光暗即時到位。智能燈唔止開關咁簡單，你仲可以自定唔同場景模式，例如起床模式、柔光漸亮，或者電影模式，全屋變暗，創造最啱你嘅家居氛圍。無論係住宅、辦公室、零售店，MeLight 團隊都有豐富經驗，按你需要提供度身訂造方案，效果即時提升空間感同實用性。如果你想全面升級家居系統，MeLight 提供一站式智能照明方案，完美結合門鈴、門鎖、冷氣等設備。作為香港品牌，MeLight 自設廠房，專業團隊由設計、生產到安裝、售後，一絲不苟，專業細心。想了解更多，立即聯絡 MeLight 精緻照明，一齊打造智能、安全、節能嘅理想生活空間。